别人在日前被称之为地球表面上大型的室外舞蹈活动——芬文舞蹈表演，初九将伫台中城大停场，当时是免费的观赏。这是由艺术总监郑宗良编舞，结合冰岛音乐甲高科技光影的现代作品，使到咱乡亲都会当亲身去体验。 出名的芬文舞集受到市政府的邀请，搁再来到台中做精彩演出，让所有市民朋友拢会当体验国际级的演出。在8月9号的晚上7点在我们的府前广场来表演。这一次的演出的主题是毛月亮那它结合了这个科技，还有就是后摇滚的一个。 音乐，这届作品是艺术总监郑宗良甲冰岛的乐团做伙合作，伊嘛结合着科技元素。演出进前，伊嘛会带领观众做互动，让大细汉的朋友拢会当参与。他用了非常多的大片的 LED， 那都是上百公斤的，对于舞台的要求非常的困难。文化局嘛提醒，这届活动是完全免钱，当日下晡6点就开放入场，相关的资讯会当到市政府文化局的网站做查询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